大家好，我係6B 班嘅胡巧琳。今日我要介紹嘅呢本書叫做《三國風雲人物傳1：隱世高人諸葛亮》，佢嘅作者係宋詒瑞，佢嘅出版社係新亞文化事業有限公司。呢本書嘅主要內容係講少年諸葛亮遭遇家庭巨變，大志早成嘅佢，雖隱居於遠離人煙嘅隆中，卻獲劉備等人三顧茅廬。諸葛亮應邀出山後嶄露頭角，運用機智頭腦，獻計火燒曹軍的博望坡的糧倉。其後他不費吹灰之力，用草船借來10萬支箭，又夜觀天象，借東風火燒連環船。我覺得呢本書很有文化內涵，而如果我要俾呢本書10分滿分，我會俾呢本書9分。多謝。